大家好，又係今期流行嘅時間。今集同大家又講下電影《金多寶》呢套戲嘅新聞。呢一套咧就翁子光執導兼編劇嘅《金多寶》啦，集結咗好似好戲之人，好似金燕玲啊、鐘雪瑩啊、李尚正啊、蝦頭楊思敏，甚至乎伊頓呂爵安一啲演員演出啦。故事就融合咗家庭溫馨同埋電影業嘅內幕。而呂爵安呢親自主唱由鐘雪瑩同埋李尚正填詞嘅電影主題曲《萬幸》呢，歌曲喺網上面亦都熱爆，成為咧電影宣傳嘅一大亮點。我自己都覺得係嘅。之前咧同大家做關注戲嘅時候都有介紹過呢一套戲我哋嘅觀後感啦，我都大讚呢套戲係一套相當出色嘅電影嚟。咁但係咧似乎咧呢套戲上映咗之後咧，佢嘅票房啊，或者嗰個討論度咧，的而且確唔及之前嘅《尋秦記》或者而家大熱嘅《夜王》嘅個風頭，似乎俾呢兩套戲咧有少少掩蓋住。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一套好戲咧，一定要俾觀眾看見啊！所以之前咧，我都有同大姑媽做咗關注戲去講呢一套戲究竟有啲咩嘅看點，有幾好睇啦。我自己又非常之中意嘅，尤其是Eden 咧呢一首電影嘅主題曲《萬幸》咧。阿鐘雪咧同阿正哥嘅填詞咧，其實相當之到位嘅。你聽《萬幸》呢首歌咧，如果你聽多幾次，你會慢慢咧會帶翻你喺金多寶呢套電影裏邊嘅好多嘅片段嘅畫面，即係好有畫面感、好有電影感嘅一首歌嚟嘅。咁而Eden唱得相當之好啦。咁我覺得絕對係 underrated，無論係套戲或者首歌都係一樣嘅。咁即使係咁樣啦，咁但係咧電影嘅宣傳咧，一路以嚟都係一套戲嘅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咁近期咧，關於金多寶嘅新聞亦都唔少啦，包括咗導演俾人哋人身攻擊啦，話個樣同作品就拉上關係啦，即係有人就形容翁子光個樣你有咩樣嘅套戲係點樣咁呢啲完全啲好無稽嘅批評啦。隨之之後咧，導演咧亦都為上畫第二週即獲排天地牆而發聲。之前咧阿翁導咧就呢個排片嘅情況咧，喺佢自己嘅 social media 咧就表達不滿啦。佢就話咁樣都算唔算係霸王排片咧？朝頭早8點同埋凌晨12點幾，中間就施捨一場中午嘅1點幾。佢就話咧，明白係打開門做生意，但係我哋嘅入座率明明就唔失禮喎。其實咧只係希望穩守，威脅唔到票房冠軍嘅第2名。好明顯係講緊係夜王啦。對於全日淨係得個天地2場，佢就反問啦，咁樣算唔算係霸王排片咧？即係咧佢嗰個霸王排片意思，即係咧喺嗰個電影嗰個院線其中一場咧，就係朝頭早8點一場，跟住凌晨12點幾一場，然後中間就施捨咗中間嘅中午12點1點幾嗰場，即係話咧。全日裏邊咧有一個嘅電影院咧，只係上咗3場，天一場、地一場、中間一場咁樣。如果大家細心睇咧，即係由安樂發行百老匯院線嘅夜王咧，同日咧可以排到27個場次喎。翁導咧就不禁再質問啦，説好嘅港片共贏咧，唔係話大家幾套賀歲片都要一齊睇晒嘅咩？翁導咧就明言金多寶咧先係上映咗個零禮拜啦，平均每日票房咧仍然都過百萬，真係值得咁樣嘅待遇咩？有記者咧就再細心去睇翻百老匯呢個排片嘅情況咧，的確係比較懸殊嘅。而為金多寶發行嘅 MCL 院線咧，場次就比較平均啲啦，但係仍然都係以夜王為多嘅。售票嘅情況咧亦都比較理想。事件係備受關注啦。好彩咧，電影咧好戲真係有好報嘅，仍然都獲得觀眾嘅支持啦。上映至今咧累積嘅票房咧已經接近1100萬啦。喺過去嘅禮拜6日咧，即係21、22號咧，票房更加係贏咗第一個禮拜，反映咧口碑就持續爆發啦。即係其實我相信。有時咧啲觀眾睇戲係咁嘅，可能上映嘅時候未得閒睇，或者過年啊拜年好多原因啦。但係隨住口碑啦，即係可能你身邊啲朋友啦，喂，過年睇咩戲啊？我睇咗夜王喎，睇咗金多寶喎，兩套都唔錯喎。有冇睇埋尋秦記加長版啊？即係大家睇完啲電影之後會去討論或者會講啊嘛。呢啲咪就係所謂嘅口碑。你身邊人睇完之後，咁當然咧大家都可以睇我關注戲嘅觀後感啦。其實我嗰啲都係口碑嚟㗎，我個反應唔係專業嘅影評。不過咧，我自己就相當之中意。老實講，好似翁導話齋，而家唔係話要同夜王呢套戲鬥個你死我活，唔係你生就係我死，係可以並存噶嘛。只不過翁導佢嘅意思係講緊，
如果係要一齊贏嘅，一齊去睇晒嘅，大家一齊支持港產片嘅，係咪排片個次序唔好咁懸殊咧？其實翁導只係講緊呢樣嘢啊嘛，而家唔係講緊即係金多寶同夜王兩個只能活一個啊嘛。我都推介大家兩套都係好戲，兩套都應該睇晒嘅。咁啊，即係咧所謂嘅身體力行啦，唔單止係語言目染。咁啊，見到咧 Eden 啊，即係呂爵安國際粉絲後援會啦，簡稱叫 ELFC 咧，一直咧積極支持 Eden 嘅參與呢套戲嘅演出啦。早前咧就更加舉辦爵士專屬嘅謝票場，包括咧之前喺情人節同埋初五嘅場次嘅包場啦。咁啊，一班爵士咧更加鼓勵大家入場支持咧，分享推介俾朋友，並且上載一啲嘅即係電影嘅精華片段啦、謝票場嘅精華啊、嗰啲嘅fans cam 啦或者 views 片啦等等嘅內容，都係呼籲咧觀眾盡快買飛入場去支持呢一個電影嘅團隊啦。咁啊〜嚟緊呢個禮拜咧 ELFC 咧更加咧就加碼搶攻，喺電影上映嘅第3個禮拜咧，即係喺嚟緊嘅2月28號星期六咧 ，MCL 嘅長沙灣戲院嘅全日場次咧，觀眾咧更加能夠以超親民啊，即係呢一個價錢咧8蚊就欣賞金多寶，即係咧 fans 就出錢出力啦，唔單止自己睇喎，自己2刷3刷4刷喎，更加包埋個場。贊助埋啲觀眾一齊去睇金多寶呢套戲，咁啊即係實行與民同樂啦。咁 MCL 院線咧就喺琴日下晝4點就開始預售上述指定嘅場次，不過咧大家就唔使撲飛啦，因為咧以我上去睇過咧，其實所有飛已經係一出咗，琴日嘅下晝都唔夠一陣咧，已經全部賣晒啦。咁即係話咧，希望都係一樣嘢啫，就係透過 fans 嘅身體力行，俾多啲人知道。真係一套好戲，係值得入場去支持嘅。希望亦都可以幫到個票房，幫到個口碑啦嚇。咁我覺得即係金多寶呢套戲，如果只係得千零萬嘅票房，的而且確係絕對 underrate 嘅。咁希望咧，大家聽到呢啲嘅報導啊，或者睇完我哋嘅觀後感啊，甚至乎我哋嘅新聞嘅報導介紹嘅時間，希望大家都入場去支持下港產片啦。而家港產片真係已經係水深火熱，一年有幾多套戲啫嚇？即係你話平時都冇乜聚焦力嘅，難得喺新年有幾套戲，大家會討論下、談論下嘅時間，咁啊希望大家即係喺農曆新年嘅時候開開心心咯。嗱，而金多寶呢套戲我之前已經講過咧，佢唔係一啲一般嘅賀歲片嚟嘅，佢唔係一啲你以前你聽個名以為嘅嗰啲叫做富貴逼人啊、百星報喜啊。或者家有喜事啊，甚至乎嗰啲過往大家睇過啲咩橫財3000萬啊嗰啲嘅，即係去到個故事嘅下半段，直頭係有種極大嘅反差同反轉，而一班演員包括咗好似蝦頭啊、正哥啊、金燕玲咧，做得非常非常之出色嘅。咁 Eden 亦都相當之正職啦。喺套戲裏邊，你會見到原來 Lockman 同正哥。Candy 同蝦頭原來係咁似樣嘅喎，到底係點樣咧？大家就可以入場去支持啦。雖然我之前做觀後感嘅時候都講過，呢套戲嘅笑位的而且確唔算係好出色嘅，但係嗰個感人位同埋嗰個嘅反轉咧，去到後段我覺得係相當之精彩，令到呢套戲咧加翻好多分。咁啊，所以咧即係都推介大家睇完我哋嘅節目之後，都入場支持啦，無論係咪8蚊又好，其實而家睇戲都唔係好貴啫。有時你揀啲早場第一嗰個院線嘅第一場，可能有時係50蚊80蚊都有嘅。咁所以咧，都希望大家都入場多多支持啊。其實金多寶絕對係一套好戲嚟嘅，唔好嘥咗翁導嘅心機啦嚇。咁除此之外咧，彩蛋都唔少嘅喎，好似套戲裏邊有即係古老闆古天樂啦、Sa 蔡卓妍啦，甚至乎 Michael 許冠文都喺套戲裏邊咧。好似一個客串嘅形式，但係其實咧，佢哋呢一個出現咧，對個故仔同埋嗰個內容咧，影響都唔細嘅喎。看似出1-2幕好短時間，但係其實對個故事嚟講係相當之重要喎。佢哋唔單止係客串咁簡單喎，呢個彩蛋先至驚喜喎。咁當然啦，到底佢哋喺套戲裏邊出現嘅時間係發生啲咩事？當然就係大家入場支持去揾答案啦。今集咧同大家講金多寶嘅新聞就講到呢一度，大家有咩意見歡迎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包括咗你可能睇過套戲之後個觀感係點都可以留言講下嘅。今集咧同大家就講到呢一度啦，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我哋下集再見。